聖經講，佢簽人數18章第14節，人要真實人能夠擔嘅嘅痛苦，係講冇真實嘅人唔有嘅能力嚟對付呢個白色嘅精神磨合看合，唔有擔嘅嘅痛苦。所以自家行呢個社會行呢個社會，自家精神人班自家得到精神啊！要在那個意識啊，上帝嘅話講，佢讓本自家精神，本自家新嘅力量，自家學自家肉，自家白色嘅人，佢增加本自家力量，增加本自家精神。那係講自家要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自家得到新嘅精神，得到新嘅力量，自家能夠行呢個突突折折嘅痛苦，突突折折嘅白色，突突折折嘅自家態度嘅重擔。那所以自家係相信上帝嘅話，就上帝嘅福音嚟行，就耶穌基督嘅真理嚟行，自家得到新嘅力量，得到新嘅精神，自家能夠去得勝嘅路。阿門。